2023美国上期日的活动今仔日起稿，贸易协会董事长黄志峰表示，咱台湾占半导体优势，是全球袂当欠缺的角色。针对最近台积电的美国厂设立无顺利，黄志峰认为这是去海外投资正正常的过程。台美合作关系指标性活动2023美国上期日早期进行，即便美国有18间上市公司来洽谈采买，包括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罗卡西奥、亚利桑那州的州长霍布斯、新墨西哥州的州长格里向等代表拢来访。贸协的董事长黄志峰表示，在全球供应链定做 AI 大数据的潮流下，台湾伫咧半导体有的优势是袂用欠的角色。透过美国上期日会当进一步深化台美伙伴关系，做伙强化经济合作的目标。那我们安排了这18家的美商呢，跟国内208家的企业来进行采购洽谈。我们预期呢，今年所进行的这个商机洽谈跟采购呢，会超越往年的水准。黄志峰表示，在2022年，美国是咱国第2大贸易伙伴，咱国是美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关系正紧密。今年1月到7月，咱国对美国出口993.4亿美金。相信在全世界通膨愈来愈缓解，终端市场的需求恢复正常了，透过积极布局供应链，将会是双方拓展商机的重要机会。只是在最近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拄到台美文化差异的挑战。对此，黄志峰认为，在咧海外投资的时阵，经历在地化过程中拄到磨合的问题，拢是正正常的。刘德英董事长在前几天的说明会上也公开讲嘛。他说这个他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对美台双边的产业合作要有更多的信心。And we're continu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skilled workforce that's needed, both on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ide, but also the construction side,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hese investments. 黄志峰强调，以后台美之间双方的投资会正快，除了半导体制造业、服务业以外，也包括自通五 G 加电动车。正如中华电信已经开始在美国积极布局，甚至已经设子公司，希望一当支援在地企业。所以以后去美国投资的企业，绝对唔那是半导体，效益会扩展到其他的多元产业。记者综合报道。